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高雄六区一间出名的温泉度假山庄，伫中岛火烧厝。这个火是烧甲真美，4块冷顿滚啊栋的山庄，甲这个茶厝拢受到波及，接待中心嘛用要将烧了了。这个火烧厝的同时，龙烟是窜就天，伫真远的所在，嘛会当看甲真清楚。这个火是烧甲真美。 快速来炭烧滚啊洞的小茶厝，好哩加在这个人员甲旅客拢伫第一时间来疏散，无人员伤亡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前往抢救，这个火势伫半点钟来控制。导火点疑似是神明厅，这个详细导火原因，爱搁进一步来调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